专心跟随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的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
所竞选的证件哩，搁一届组织伫你的面前，同齐要来敬拜，要来学老，要来听候你的灵。搁一届来对阮的性命来讲话，主啊，愿认定你就是阮唯一的救主，帮助阮，帮助阮泸州教会的众兄弟姊妹，拢会当同齐骹步往前来跑走。主啊，你是阮的气力，你是阮的关在，你是阮的关台，是阮的保护。主，阮要仰望你，阮要听受你的话语，照你的话语来行。主啊，阮要做一个诚实的人，阮要做一个手清气、心清气的人。主帮助阮会当徛起伫你的圣所，互阮会当得到耶和华你的祝福，搁对救阮的上帝，阮来得到伊。主，阮恳求你帮助阮，身体欠安的，心灵失落平安的，拢会当来求君主，会当来听候你。求你来引带阮行义的路，帮助阮行伫正路顶面，嘛祝福阮泸州教会日日兴旺伫主你的带领内面，阮要同齐为着主你的事工来跑走。主帮助阮的性命，搁较来尊崇你。亲像耶稣基督安尼彼此相听，嘛会当听上帝来赢过这一切。主，阮感谢你，阮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葡萄树，念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念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这时，咱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
受苦大的、心骄傲的人，我也无容忍伊。我的目睭要看国内诚实的人，互因甲我相甲大。行伫完全的路下，伊要服侍我。行诡诈的人，袂得通住伫我的家内；讲白贼话的人，袂得通徛踮伫我的目睭前。早起时，我要灭无国内的歹人，通将一切做歹的人对耶和华的城推去。搁一篇是记载约翰一书第3章，约翰一书第3章第18节。细囝，咱的衫疼，毋通用话用字，是着用行用信息。以上。这是咱起日来坐念10届。请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5届，第6届，第7届，第8届，第9届，第10届。请坐。这是咱要邀请咱甘牧师来为咱讲道，上帝超出诚实的人。咱请牧师。今仔大家平安。今仔日是3月第1的主日，遮咱这节日这个春天，这气候会真无会变化真多咱上帝施恩，伫咱今年因为南部欠水，是北部咱虽然一直咧落雨，总是咱的中南部这个水情很够齐有上帝施恩互雨水就是对的所在，就是有需要的所在，咱同心来祈祷。弟兄弟，阮感谢你，神互阮，祝你听阮，祝你做阮的帮山甲瓦壳，祝你竞选超出伊所需要的项目。阮今仔日来到主你圣殿甲敬拜，得了，上帝你施恩，每一个人身上保守帮助阮，互阮心的内面来得到主你的帮山甲瓦壳，互阮所祈求，透过阮的祈祷，透到天庭。主你嘛照你的旨意，是落阮的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咱即马即个新闻就是，咱爱加食寡旺菜，因为即个对2月25号开始，中国开始禁止咱台湾的儿童出口，所以造成咱往来爱内销，或者是爱开拓另外的市场，加在有香港甲日本的订单，会当销一寡的往来。到底这个往来是出伫啥物问题？无人会当真清楚来说明，因为对方讲恁的往来有这个介壳虫，有这个白虫害，所以阮无爱进口恁的往来。但是咱农民讲，阮的往来种甲真好，果了真水，所以这中间到底啥物人讲的是正确？可能毋是真重要，是你要听倒一边讲的话。大多数咱是较支持台湾的农民，所以这个媒体开始操作讲这是往来事件。其实伫日本时代，
讲第一讲食薰分封，第二讲就是种甘蔗迄个回社安那帮，就是这回社伊个亲仔，伊个称重的物件头食步，所以真侪这甘蔗种甘蔗的蔗农，因种足侪甘蔗车去到回社，哪会剩遮尔少吼？所以有一寡是迄个人有这回社，甲伊吃掉了吼。是讲这帮有问题，所以咱先讲真侪农民因拄着吃亏，这是另外一种社会的剥削剥削，造成中华迄边的蔗农来反抗，这个做移民的事件。嘛有这回社，因为伊有公权力伊甲日本政府嘛所以回社甲警察是相通的。你农民甲反抗，我有警察做阮后壁后盾，所以这真单纯的台湾的做产做事的人因真朴实，他们也嘛因就这样子甘愿这样子，所以就是惊警察嘛惊这个回社，到尾后来农民家己自救，就是家己团结起来，组一个组织来反抗当时这甘蔗种甘蔗的回社。日本时代有真侪种甘蔗的回社对中南部足多所以为什么台糖的地这么多？拢是古早时代，有的是甲农民用真低价价甲伊收，有的是搁另外开垦的地。咱看到迄阵当讲上界大的地主叫做台糖，这是日本时代因为足多制糖的回社，到尾拢归伫台湾糖业。咱看到讲，第一讲食薰分封，第二讲种甘蔗回社讲，第三讲啥物讲？咧运动甲人选举甲人咧做运动是去人助选。求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时代是现今咱爱度过这个台湾农民种往来遮的人，有销路，嘛有人种买遮的往来，真侪行业检察因拢咧支持，检察因开垦另外的这个销路。你做生意爱成功，诚实是非常的重要，诚实是非常的重要。大家拢无想要去用骗，所以即摆有消费者的保护法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咱知影真侪，咱台湾真侪大公司叫做财团对吧？这财团到尾咱嘛甲伊叫做集团，啥物集团？啥物集团？即摆有一种集团叫啥物集团？诈骗集团。这集团即摆存在已经我超过10档欺骗的手法愈来愈多种，互你想袂到。所以有一个网络顶面的故事，检票人传来互你，讲这要要测验你到底有漏啊无漏就是讲有一个小弟打电话来，这个阿伯听到哇，足久拢无人打电话，这个小弟打电话互我，就甲伊开讲，讲有够久的讲甲差不多已经要1点钟这个小弟讲阿伯你的银行的号码密码是几号啊？这阿伯小听讲忘记了讲我忘记了我袂记哩我忘记了所以以后你若对这种电话，你若要问你银行的号码，你讲我袂记哩我已经袂记哩所以这讲甲这么久我忘记了这是一个笑话，这是要测验你有没有变老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讲这社会存在真侪无爱讲诚实的话啦，包括这诈骗的集团。什么诈骗集团这么多？我一概就要互好嘢我搁甲你白手起家，我搁甲你伫遐奋斗20-30年，这是即马上紧、上介紧的方法，会当一夜致富。讲我着做2-3档我着好嘢。这诈骗是嘛一侪人做伙来做一件的工作。当时
查到的电话是伫国外，所以咱若爱真细腻，伫即个时代，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手法。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1篇，是大卫的诗。大卫一生对上帝忠诚的事，其中一项就是伊要害上帝所高抹的王，这王是扫罗。检采他有2次的机会，有2届的机会会当将扫罗甲伊解决掉，总是大卫无安尼做。撒母耳记24章17节，当大卫就近扫罗当扫罗因为一届伊巴肚痛，要去大节，要迄个方便节，结果离迄个山洞拄大卫伫遐，伊法度甲扫罗甲伊的衫裤甲伊脱落所以伫遐扫罗竟然毋知影讲大卫拄伫伊的边仔，所以当因拢出去山洞了后，扫罗甲大卫讲：你比我较公义，因为你用好报我，总是我用歹报你。我也是这么说对大卫说：你比我有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所以扫罗毋知影，伊是无好款待大卫，总是大卫因为扫罗是上帝所高抹的王，伊无爱用这种的方法甲伊杀死，无爱用这种的方法来坐起王位。伊讲这是上帝所拣选的，由上帝家己伸手来处理。因为扫罗激到大卫，因为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只有杀死千千。这是因杀死歌利亚的时，伫城门，伫所有的以色列人因欢呼大卫杀死万万。对迄日开始，扫罗的心内嫉妒，激到大卫所产生的迄种产生迄种怨愤，所以大卫其实有实力来除掉扫罗，但是伊无超越，他没有超越上帝的手，伊无超越上帝的手。伊讲上帝拣选，上帝设立的王，只有上帝出手。最后，扫罗战死伫战场，这是出自上帝的手。大卫伊诚实做伊家己，保守伫家己的王位，伊就无用家己的方法，无用家己想要达成的这种的方法做，伊将这个王位会当做着王位的代志放上帝的心上，为着百姓人民，统治者甲人民常常一个拔河因为一号发生伫缅甸的军事的政变，缅甸这个国家真趣味，伊的华语叫做缅甸台语叫做缅甸，这个所在其实逐种物件拢足欠电的做礼拜甲一算，无电，电就无去，就是边仔倒一个发电机开始食油就开始，就是个插油的味就开始伫遐发食，倒电火百货公司有哪共款伫咧地场买物件要甲一算，无电所以这个缅甸好像是真趣味其实是足欠电的真侪所在还搁咧建设，还搁咧进步。总是这个国家嘛真奇怪伊是一个这个佛教的国家。当人民开始咧思考自由、民主，不过因个政府敢毋知咧想啥？因为政府甲这个翁山书记甲伊掠起来，甲伊乱审这过去嘛发生的代志。其实因个军政府还搁咧做皇帝吧。检采讲，这是共产党的一句话参干不出政权。我有军事，有武力，我有军队，我就要掌握这个政权。但是伊毋知影讲社会世界已经进步到已经民主，民主自由的时代，所以只有上帝出手，百姓人民上帝出手。我去缅甸一届迄规个山坪咧已经行几10公里迄围墙仔内底拢是城区，已经围新北市行到台北市
迄围墙内底有诶拢是即个军方诶，你看因即个军掌握诶土地也是资源非常诶多，你看着因人民生活，是一个伫咧军事政府诶下面。虽然即摆有小可较脆，当时这是一个假象，军中诶势力，军队遮诶将官因有缘要掌握整个诶国家。所以，如果政府若无够诚实来面对即个世界，伊毋知讲世界会真行到即个自由，行到民主，而且世界上界大诶共产国家苏联已经倒啊，所以苏联倒，足侪国家就兴起，因为伊是包足侪国家。当时咱来看，因用安尼来治理人民，上帝会出手。所以即届真侪缅甸诶人行往街头，头个是宣告。不约而同，拢行去街头，有几十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丧失伊个性命，求上帝帮助，因为这个国家还无法度真民主，还阁是一个真保守的国家。你若阁较早你去缅甸听讲有人拢会甲你跟踪，所以过去有一寡教会，有半暝啊就头早就因要去宣教，要去宣教。当时你若去要带饭店，拢爱爱实名制，外国人爱实名制，爱甲你的护照，啥物拢爱登记，表示你比较大，真爱回报，袂当黑白走，袂当黑白走。有教会人头早甲上界接近北边中国迄个所在叫做密支那迄个所在，去遐传福音。求上帝帮衬。今日咱的经文是大笔所做的诗，是登基登位的时所爱宣读的一个经章。做一个国王登基的时爱读的经文。大笔用唱歌学乐上帝的慈爱甲公平，上帝嘛用智慧行出完全的路。这篇是要爱互人知影，做一个王，伊爱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就是爱用诚实来做一个完全的人。英国的国王登位是爱读这篇的诗篇，所以这篇的诗篇是大笔写互伊家己，兼且伊嘛写互伊的囝所罗门要登基的时所吟的一段的诗所以第1节到第2节，甲咱讲，我要唱慈爱甲公平的歌，耶和华，我要用你唱，我要你唱俄勒的歌，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你要写书到我遮，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内。所以大笔讲，我要用完全的心，这个心就是诚实面对家己，诚实做家己。上帝是慈爱甲公平的神，大笔唱出对上帝的敬虔。要做完全的人是无容易的事，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是无容易的事。所以，伊要用伊的智慧来行出完全，这是大笔的决心，嘛是符合一个做王的心。真侪民主的时代，咱总统是用选举，选举难免伊会开支票，所以伊若开这个选举的支票，爱伫伊的任内去甲伊完成。所以代表伊做王是要实现伊家己的决心，就是安那，互上帝完全进入伊的生活，进入伊的心内，安尼伊才会当顺利来统治。上帝所交托互伊以色列几个支派，12个支派，还佫有利未的支派是分散伫每一个所在，各支派拢有这个利未人，所以代表强烈希望上帝甲伊三甲同在，进入伊的厝。上帝会当，伊甲上帝之间有好亲密的交陪，而且伫厝里内面上帝来掌管。所以敬虔是爱对咱的厝来开始，这是上帝诚实的代笔，当成做以色列国的王，会当放心，上帝放心将百姓然后代笔来带领来统治。第2，上帝看重诚实的人。第6节咱有看到，嘛是今仔日的金句讲，我眼要看国
因为完全的他要侍候我。所以伫这个国内面诚实的人，会当甲王大，佫会当服侍王。所以上帝眼中是看重诚实的人，只有诚实的人会当甲王做伙大，会当服侍王。诚实遮尔好用吼，所以心中诚实的人才会当甲王做伙大。所以今仔日的金句吼，伫我的目睭要看国内诚实的人，因甲我三角大，行伫完全的路的，伊要服侍我，行伫完全的路。所以诚实的人会当成做一个完全的人，心内诚实无鬼缺的，嘛是成做上帝所重用的人。所以只有内心诚实的人，才会当互上帝来使用。伫路加福音18章第9节到14节有记载一个法利赛人，甲一个抽象的税吏。咱知影福音书内面抽象的人上较出名是啥物人？撒该，咱拢知影。耶稣的学生家己内面嘛有抽象的人，嘛有税吏。这两个人上圣殿的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这个抽象的。咱知影讲撒该，耶稣甲伊讲，你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咧，甲伊讲你虽然伫这个社会，你无互社会甲你接纳，你互这犹太人甲你排斥、甲你排斥，但是你毋通袂记住，你内面的血是留有亚伯拉罕后裔的血统。你是亚伯拉罕后裔，你是亚伯拉罕的血统，你毋通袂记住，你有那是犹太人，虽然你是在做国税局的工作，在做罗马帝国国税局的工作，在欺负这犹太人，但是你毋通袂记住。所以耶稣去因兜，耶稣甲伊做伙。这两个人来到上帝，来到圣殿，来到上帝殿底下祈祷。法利赛人祈祷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迄个行共勒索、行不义的事。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我不像那个税吏，只会欺压百姓，会欺负犹太人。我一礼拜禁食2摆，佮将所有的我10分抽1分来献互主你。但是迄个抽象的是安那祈祷，迄个税吏，迄个共跳税的人，心远远徛在，伊连伊的目睭都伊连伊的目睭都毋敢望天啊！伊敢若对天歌讲：主啊，怜悯我是有罪的人。这抽象伊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讲我是一个有罪的人。18章14节，耶稣安尼讲：这个人倒去伊的厝，必定称作伊的赢过迄个，因为自高的安那伊会成做卑微，等到迄个卑微的，互伊升做高。这是路加福音所甲咱记载的，所甲咱讲的，迄个法利赛人，咱看到伊的地位，伊的身份，伊嘛安尼祈祷，伊讲我献10分之一，我禁食2摆，我常常来到主的圣殿，总是迄个抽象，伊连天都毋敢看，都毋敢看，敢若对伊心肝讲：主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这抽象的诚实来到上帝面前祈祷，讲出伊的软弱，认明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耶稣嘛看重抽象的人，诚实的祈祷，而且称作伊是义的人。所以诚实会当带出卑微，来互主甲咱成就，咱上帝帮咱。咱毋通看到大饼，上帝放心互伊奖励。都是伊一开始嘛出真大的错误，比较848的代志，因为安尼佫害死伊的翁，赫人，杰面，欧利亚，所以伊用先知拿单甲伊责备，哇，大饼就来到上帝面前忏悔，所以死着写诗篇51篇，讲主啊，你着用迄牛膝草迄有刺的草来入我的心，我的罪来去着破去。所以咱看到大饼伊犯罪了，来到
嘛诚实面对伊的软弱。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咱会软弱的部分，愿主帮助咱来到主的面前，诚实来面对。第三，只有诚实伫上帝面前来徛在。所以上帝，咱对第4节到第5节来看，上帝无介意什么款的人，就是有顽强的心。第二就是伫暗中诽谤伊的厝边的。第三是目口苦大的心骄傲。4项咱讲着上帝无介意安尼人，所以上帝无介意甲这人做伙，就是心顽强，会讲人的歹话，也是这目睭真悬真骄傲，心内骄傲的人。所以这个人就离开上帝的目睭，这表示上帝无要看这个人。所以上帝要兴起使用大多数拢是心内诚实的工人来完成主的事。所以顽强的心，伊的确就互伊来离开我，一切歹的我毋捌伊。暗中诽谤伊的厝边的，我要灭伊。目睭苦大的心骄傲的人，我无容伊。上帝讲安那，我要灭伊，我阁要无容伊。透过大笔所写的诗，伫遮，怎讲？大笔其实是一个心内诚实的人，伊心内无顽强的人。其实大笔伊做王，到的时嘛发生真多，去互伊的朋友，也是去互遮的属下来甲伊欺骗所以伊嘛是有当时心会真有冤，但是伊上帝互伊的智慧甲勇气。所以上帝伫眼中，伊袂看心顽强的人，会看遮的讲家己厝边亲人朋友歹话人，也是心内骄傲讲白臭话人。第7节到第8节佫讲，行诡诈的人袂得通住我的厝内，讲白臭话人袂得通徛掉伫我的目睭前。逐早起我要灭无国内的歹人，通将一切做歹的人对耶和华的城解除。所以7节到第8节讲着，这做歹的袂当徛伫耶和华的厝内。所以若无诚实，咱嘛是无法度徛伫上帝的面前。所以咱的信仰嘛爱诚实来面对。讲你对上帝有相信无？咱嘛爱问家己的内心，信心第三先出这诚实来。诚实的心，第三先对主忠心。诚实可以生出这个忠心。忠心得当侍奉主。马太福音6章24节，我甲咱讲着讲安那，袂当侍奉两个主啊！你袂当敢若侍奉这个服落迄个，咱只有单仰望独一的主。所以这是要甲咱讲，你若要服侍上帝，就专心。你袂使服侍上帝，去服侍啥物货？钱财。所以就爱专心服侍上帝，袂使服侍上帝去服侍这个钱财。这是马太福音甲咱所警醒的事。所以当咱正做一个诚实的心，上帝有才会甲咱这个用。所以上帝所拣选的伟大的仆人，拢是非常忠心而且有信心的人。除了信心以外，使用因的诚实、忠心的一面。亲像摩西嘛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当伫刺皮中间，耶和华上帝甲伊讲我是你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是你列祖的上帝。摩西安那，摩西看着毋敢挖进去，上帝甲伊讲，这是圣的地，请你甲你的鞋仔脱，是圣的地。所以有的教会圣殿爱脱鞋仔有迄个礼拜讲台爱脱鞋仔所以咱看到摩西伊老师的弟弟讲，我喙齿钝，你要叫我转去带甲我共款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犹太人要来离开埃及，我实在无迄个能力。摩西嘛是一个真老实的人，但是上
上帝讲，我要使用你，你爱转去，你爱转去埃及，你爱甲你的百姓徛做伙，来面对法老的统治。但是上帝甲伊讲，我要甲你相合。你虽然喙齿钝，但是你有你的兄弟阿伦，成做你的发言人发言人。所以咱看到上帝所使用的萝卜，拢是诚实、个忠心。看但以理、尼希米、加勒，加勒嘛是真老实啊。伊看到即看到城的时，伊转去，伊去看迦南地，看了转去，伊就真老实讲，咱就是去甲接，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伊甲约书亚2个，但是10个支派，即10个探无愿意安尼做。保罗提摩太，上帝是使用因诚实的心，嘛使用因的忠心，所以咱嘛要学习，成做一个诚实的人，忠心来侍奉上帝。所以咱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钱财？上帝。所以咱心内爱诚实，但是咱嘛爱做教好。所以侍奉上帝嘛爱了解上帝的心意，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照着家己的想法。爱了解迄位呼召你的上帝，清楚知影上帝意思，照伊的目的去做。所以信徒真重要，咱了解上帝爱是甚物。教会爱诚实面对上帝，以及诚实来面对现实以及健康。长老教会爱面对甚物？人讲咱是长老教会。你们是长老教会，好像很老。其实咱实在是爱面对咱过去，咱过去101，咱过去有这爬架运动啦，就是爬架运动。爬架运动的目标就是每一个兄弟拢希望有一间教会，所以就安尼开拓，一直开拓。所以真侪教会迄个时阵真正倍增。总是咱前几年推即个150年，咱有推即个101，叫要新爬架是无啥成功啦，伊无啥物爬架，所以咱面对着传福音的困境，以及咱要用啥物种的宣教的方法，咱毋是活伫过去历史的优越感、优越感、历史的优越感。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50几年。无啥会喘气啊！你敢会记得魏德胜伊海角7号的时候，伊对和平桥吉林大桥安尼一直去到昆顶桥，中有一个教会叫做嘉东教会，伊伫遐翕一个景，就是安那，即个小朋友伫遐弹琴，弹到足久的到一个老人，听嘛扫一下袂喘气，这嘛真够演所以意思来讲，这一幕就是咧甲咱讲啥，长老教会的本质，就是真侪咱在中辈，所以咱爱兴起新的一代来成做咱教会的未来。毋是讲牧师讲青年重要，老人都无重要，毋是安尼。是咱爱面对咱家己的处境。当时咱牧师教我讲在咱教会是搁较好，咱年龄性较有较平均。有的教会是老化的很重，甚至没有主日学，这个是一个隐忧，这是要去面对的事情。所以长老教会咱是存在是啥物种？改革中的教会。世界有6大教会路德宗就是路德宗就是信义会，也是路德会。特别咱台湾是信义会啦，因信称义是来自即个马丁路德的改革路德宗。另外一种是安利跟 church， 这是属于英国叫做圣公会。圣公会还有一半保留天主教迄种的风格，所以因有主教，伊是主教制，因有主教，而且因的主教是迄个牧长，安利跟 church。第三有一个浸礼宗，浸信
敬会，还佫有为你为你公卫斯理卫斯理中为你公会。咱改革宗的内面就是长老会甲规正教会，所以咱的长老教会是不断的改革，叫做改革宗。所以咱若无改革，一天咱就去互人甲咱改革。我们不改革，有一天我们会被改革。这是咱爱诚实品质的事。一只高山啊，伊的主人讲：我即摆要来困吼，你帮我赶雨神，互我好睡。然后伊就去困，这主人就去困。这高山真尽心尽力吼，这主人交代代志，伊嘛伫遐拍这个雨神吼，雨神会来会去会来会去吼。但是哪一吼雨神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会袂了。后来吼，这高山真生气，吼，大家真有火大。然后这雨神吼，摕伫这主人的鼻仔吼，伫遐歇伫遐歇吼，这高山看讲吼，机会来吼，伊怎用石头仔都甲喊落，都甲主人拍死。这主人的意思是讲，我要互恁，请你互我好困，来赶雨神，毋是叫你甲雨神拍死，然后甲主人拍死安尼。所以咱知影主人的意思无？咱是真做即个是知影主人意思的高山啊，吼，我是叫你爱雨神，我毋是叫你甲雨神拍死。求上帝帮助咱。约翰一书3章18节讲：细囝，咱的三听毋是用话用指，是用行用诚实。这耶稣的使徒吼，这老约翰吼，伊讲着三听，所以伫约翰一书讲着真侪三听。这句话讲，毋是伫喙讲的，是爱行出来，是用行来表示你心内的诚实。所以上帝有命令信徒的彼此三听，毋是伫即个喙齿表面的话语，是爱诚实的行为。伫约翰一书3章18节，老使徒吼，约翰提醒咱诚实有行道。上帝所应允的代志，伫诚实的人的中间。上帝帮咱更新咱的心毋通骄傲，心毋通诽谤，心毋通行鬼诈，心爱诚实。上帝所应允的事，会临到咱的身上。所以上帝要承诺伊的代志会实现，伊的应允是诚实的人会经历。愿主帮助咱，愿主来听咱，互咱的心甲喙圣洁，保持一粒诚实的心，信靠的心，诚做上帝要找找的人，互你会当来承接圣工，承接事实。先来祈祷，爸上帝，你听阮，互阮的心诚做无亏欠、无奸诈，是完全诚实的人。求主帮助阮，阮活伫即个世代，真侪的欺骗，真侪互阮无法度相信的话。求主帮助阮有智慧来明白，来清楚主你所讲的话，帮助阮智慧的心来分辨。愿上帝帮助阮，阮彼此三听，是用喙齿，是用诚实的内心，是用诚实的行为行打。主你帮助阮，因阮现在诚实的人会当住伫你的殿院，住伫你的厝内来服侍你。求主你帮助阮，你所使用的人，你所使用的奴仆，过去伫圣经所记载，检查因的软弱。阮知每一人有伊软弱的所在，就是求上帝帮助阮。阮诚做刚强壮胆，以及阮的心内是诚实，是无奸诈。亲像这抽象的人来到主你的圣殿，阮规心肝讲主啊，求主你帮助阮。阮是有罪气负，求上帝你来除伫阮心中的罪。阮诚做圣洁的人，只有诚实来面对阮家己，诚实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帮助。毋得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唱圣诗第621首。
长老、美雪，还有红鱼。啊，若伫个周报无写着的，你是3月份的，麻烦伊你行出来头前，互大家为你来庆祝。3月份生日的。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感谢敬兄弟姊妹为来庆祝。来，第2项是2020年奉献证明的申请单，甲今日查址。好，若有要申请的，请今日为交干事。第3项，台语礼拜结束了后，有一个健康讲座，咱邀请马街病医周小慧医师来主讲，认识银发忧郁。好，咱请敬兄弟姊妹有时间的拢留落来，同齐来参与。第1楼。第4项。台语礼拜结束了后，10点半伫2楼主理学的教室要举办会长的演习会，咱请所有团契的会长出席，还佫有团契的辅导出席。然后第5项，今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同工准时出席开会。第6项，3月14就是后主日，是台南新海医的奉献主日，咱请兄弟来关心代祷。第7项，若有要报名即届的洗礼的，请会记伫3月14日甲3月28日，咱来到教会下晡1点半，爱来上研习基要真理。请无道友决定要洗礼的，紧来报名参加。第8项，圣日奖学金为今日开始，到3月28日，有达到成绩的标准的，请摕成绩单的证明书来到办公室申请。啊，第9号，干事的上班时间，大家请注意一下吼，你无来到教会找无人。来第10项，每礼拜3 8点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4的早起时10点有松联乐龄的读经班，咱嘛欢迎相连团契甲新来的无道友会当来参加。拜4暗咱有开放登记家庭礼拜，请叶秀兰长老联络，才有伊的电话。秀兰长老咱可以下手。好，那有要开放家庭礼拜的。再来团契消息，后一个主日儿童主日学，伫个台语礼拜了后，伫2楼要举行亲师座谈会，请家长甲想要了解主日学的兄弟会当共同来参加。第2项，相连团契3月14后一个主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伫1楼要举行3月份的例会。3月21要前往北投的桂子坑半日游。好，咱会记咧3月21日下晡1点，伫泸州区公所集合出发。啊，要报名的请会长、副会长啊，甲干部来登记。咱应该是开车嘛吼。好，若爱量早登记，会长会安排车辆。啊来，就是3月12日拜5暗8点，伫水源遐的厝内要举行家庭探访。水源遐哦，大家做实在是。好，啊，咱若有时间的兄弟吼，咱同齐去甲伊的家庭，伫信义路才有住址，吼，大家请留意。过来就是咱为着世界各国的肺炎疫情来祈祷，吼，啊，搁为着咱遮的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当咱伫个灵修的时，当咱有时间的时，就来举手为因祈祷。过来总会甲中会教界消息，3月初7就是今日下晡3点，树林教会设到128年，啊，搁有教育馆的献堂感恩礼拜，要派咱本堂的牧师林义坚牧师前往致贺。
教会甲社会委员会事工研讨，伫咧新竹圣学院召开，国成牧师代表教会出席。再来一项就是台北中会伫咧沙尘埔教会举行财务检验。以上。无咱就同齐来吟马变诗396首，咱请起立。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直成生。不愿伫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贪嫌。但愿主耶稣基督有殿被上帝听读，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